南投姓社关键甲姓范的表兄以及两个朋友上山拍蜡，因为这个卡车片调情来往生。伊表兄捌讲白菜，讲是其他蜡人甲拍到的，不过其中有真侪疑点。这个表兄总算是查明的，是讲是两个朋友姓詹的兄弟，其中这个阿兄因为跋倒造成蜡情走火甲拍到。会拍什么案真相，是因为姓詹的兄弟无蜡情的执照，警方再去嘛带这个涉案的涉嫌，这个算姓詹这个阿兄呢，中回现场。去模拟。警方一透早带涉嫌开枪拍到远景的詹大兄，转来到事发的现场。姓詹的大兄讲，当时伊厝倒枪都无细力走火。看伊人头前对啊，啊你拄啊甲这人哪拍倒？啊，你这就理解。有啊，啊你而且看伊拄啊就有对啊。詹大兄讲，当时伊伫下骹无细力厝倒，蜡枪怎拍到细小远景倒边的卡车片，了后就看到伊倒向下。都躲开，然后我赶快一直拍他，我一直拍他，一直叫他。警方调查，姓谢的远景和姓范的表兄，以及两个姓詹的兄弟仔上山拍蜡。警方原本怀疑讲是表兄无细力开枪拍到远景，也毋过表兄后来承认讲，因为姓詹的兄弟仔无蜡枪的执照，惊讲出来会防处罚，才会隐瞒真相。另外，当时伫山沟啊边的竹卡，正做关键的证据。猎人的篮子，然后有猎物啊，就有在用啊。那为什么把这篮丢在这边？我没有看到啊。哪旺你没有看过哪旺？警方后来调查，这个竹卡就是细社远景的。当时表兄滴滴嘟嘟讲无看过这个竹卡，也毋过竹卡去互打起的竹啊砍掉咧。原住民的禁区就是蜡物绝对袂当留落来，所以讲这个竹卡真有可能就是红灭证藏起来呀。于昨日带同一名范姓涉案关系人现场模拟，并起获了2支猎枪等证物，大案侦办。警方总共查出4支蜡枪，现场姓谢远景和姓范的表兄2支蜡枪拢有执照，也毋过台中姓詹的这对兄弟仔因兜2支蜡枪拢无执照。目前警方也搁咧问3个关系人进一步来了解代志的头尾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